大家好，我係素明，入嚟坐低，聽我講一個故事。喺深山入面，最威風嘅梗係老虎，但係有時最聰明嘅未必係最強大嗰個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借勢嘅故事，就係狐假虎威。呢個故事出自《戰國策》。當時楚宣王聽聞中原嘅國家都好驚佢嘅大臣超奚戌，覺得好奇怪，於是就問朝廷上面嘅謀臣。其中一位謀臣江越就講咗一個老虎同狐狸嘅寓言故事，用嚟解釋呢種微妙嘅心理。原來大家驚嘅未必係表面睇到嗰個人。有一日，老虎捉到一隻狐狸，想將佢食落肚。狐狸好冷靜咁話：你唔敢食我，因為天帝派我嚟做百獸之王。你食我就係違抗天命。狐狸見老虎半信半疑，就提議：你跟我行一圈，睇下啲動物見到我有幾驚。於是狐狸行喺前頭，老虎跟喺後面。森林入面嘅野豬、鹿群見到佢哋，全部都嚇到雞飛走。老虎以為大家真係驚狐狸，其實大家驚嘅係佢身後嗰隻大老虎。狐狸憑住老虎嘅威風嚟嚇走百獸，呢種行為就叫做狐假虎威。世上總有人中意借住人哋嘅權勢嚟哈哈霸霸。如果你係老虎，就要睇清楚身邊嘅人；如果你係百獸，就要分清邊個先係真正嘅威脅。凡事要睇透本質，先唔會被假象蒙蔽。如果你中意今日嘅故事，請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，我哋下次再會。